來繼續來看中華一個騎機車的騎士，騎到路口準備要倒彎，伊想拍方向燈，但是可能這個方向燈壞去無駛，結果對咧後壁一台轎車的駕駛真生氣，雙方就佇咧大路中起冤家。轎車的駕駛是壓出着一支球棍啊，機車的騎士為着要自保，是壓出着一支電步的手槍，但是提這種槍已經違法，騎士去互移送。我都係騎到路口，向好後邊的車二喇叭。我是轎車駛去途中停入路中，副駕駛座查甫人即身落車，甲騎奧多的人兩個人在對槍。但你看者，你電路頂啊，敢若倒起來了，有咧死無？有拍無啦？哈，有拍無啦？即陣坐車查甫人登去車內，提出一支烏色的棍啊，掩過這個騎奧多的人，事人毋輸陣，提出一支電步槍，這個查甫人退幾啊步，最後將這個棍啊收回去。有打無啦？這件行車糾紛發生在彰化市，當時騎奧多的這人經過三民路，經過路口準備要倒彎，有拍方向燈，因過敢若故障無駛，所以講後壁駛車的人真生氣，兩人煞佇大路裡大細聲。一定是的啊，對啊，上街迄是真的穿還假穿。發生糾紛，就報警察處理，我感覺安尼是較對的方式啦。隨後，這個騎奧多的人提出行車記錄器檢驗講，這台車危險駕駛，因為警方講畫面中看不出有危險駕駛行為，所以講無開單。顛倒是這個騎奧多的人手舉這支電步槍已經明顯違法。現場查扣CO2鋼瓶、震爆手槍及塑鋼彈5顆，全案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移送彰化地院裁處。一場行車糾紛，雙方火氣攏真大，佇路中央有舉棍啊，有舉電步槍的，你來我往，互相對嗆，和附近的鄉親驚到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